喂，JY 啊，係我最近有個朋友咧，嫁咗一個大佢30年嘅男人啊。OK，咁我想問你，呢啲又算唔算係瑕疵戀咧？呢啲都係算嘅。咁瑕疵戀其實係啲咩咧？嗱，瑕疵戀咧，generally 嚟講咧，就係會容易接受到中意啲同自己年齡相差好多嘅，包括細過自己好多啦，大過自己好多啦，又或者係大家唔同出生地，即係中意有可能係鬼佬啊，咁即係啦，又或者係接受到 long distance 嗰啲，都係叫瑕疵戀嘅。咁我哋喺我哋嘅命盤裏面有睇到嘛？睇到嘅，其實嗱，講真啦，接受瑕疵戀最緊要係自己個價值觀接受到，唔係其他人點樣睇啊嘛，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係睇本命盤嘅夫妻宮同官祿宮咧，都可以睇得到噶啦。咁 for example 咧，你譬如係夫官線入邊有太陰星、太陽星對拱啦，天機星、天梁星對拱咁樣咧，基本上啲人仲會接受變動，咁然後又中意跑嚟跑去，所以佢哋相對去識到異性嘅機會，或者識到外國人啊，同自己唔同嘅人嘅機會都係大。除咗呢個之外，就係包括一啲比較所謂衝動啲嘅星啦，譬如係殺破狼嗰啲咁樣。往前衝嘅，即係不畏懼嘅，咁嗰啲人咧有可能咧唔係會太 care 其他人點去睇自己，咁所以佢哋嘅接納性咧係比較高啲嘅。哦，原來咁樣睇嘅。係啊，所以下次我幫你睇下你係咪接受到瑕疵戀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又寫玄學，活學活用大家記得 follow 我哋啊 ，share、like。comment。